昨天明明是你主动的。你胡说，我……药效很快就过去了，你自己忍忍吧。帮我。今天的事情，你最好烂在肚里。我可以对你负责的。负责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你负责得起吗？应该可以，我其实挺厉害的，很多大人物见了我都毕恭毕敬的。就你，哼，我已经警告过你了，如果今天的事情传出去，我绝对饶不了你。喂，师傅。原来他也第一次。什么第一次？啊，没事，师傅，这么早你不搂我师娘睡觉，给我打电话干嘛？你说呢，臭小子！我给你定的婚约，你为什么没去？我可是堂堂大夏第一宗门龙门的龙王，最年轻的大宗师，医术通玄的绝世医仙，你让我去当赘婿？臭小子，你儿时记忆有缺，道心不稳，很容易走火入魔的。只有体验红尘，才能稳固道心。我道心稳得很。再说超凡境我也不是没杀过，突不突破无所谓。臭小子，嘀咕什么呢？我不管，你今天要是再不去赴约，我就马上下山。到时候老子废了你第3条腿，让你转修9阴神功。老东西，等我突破超凡境，让你喊我师傅。怎么丢三落四的？有机会还给他。哪来的乞丐？是青蛇帮的打手王某，听说手底下有好几条人命。不管你们要干嘛，我现在心情不错，把路让开，还能饶你们一命。那乞丐疯了吗？敢跟王猛这么说话？妈的，死到临头还敢嚣张！昨晚是不是你救走了一个美女？没错，要是你下的，果然是你，坏了刀哥的好事儿。今天你必须死，弄死他！杀！什么？我给过你们机会了，你不能杀我，我是刀哥的人，刀哥可是黑龙会的，杀了我，你也别想好过。黑龙会？好大的排场，这是哪个大人物来了？是龙腾商会与黑龙会的会长杨大福的车。臭乞丐，你完了！杨会长亲自来了，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。杨会长，我是张刀的手下，这个臭乞丐得罪了刀哥，还打伤了我们，你要为我们做主啊！龙王大人，属下杨大福拜见龙王大人。叩见龙王大人。什么？黑龙会是你的势力？是，好好约束一下，再让我碰到一次这种事情，黑龙会就没必要存在了。龙王大人放心，属下一定好好管教。都起来吧。还有，我这次来有自己的私事要处理，不要暴露我的身份。来人，把这些不长眼的东西拉下去，全部沉江！杨会长饶命，我再也不敢了。叶先生，这张龙腾黑卡和门卡是献给您的，可在龙腾商会任意店铺消费，黑卡额度不限。而另一张卡是天海市最顶级的天阙1号别墅门卡，您初来乍到也能有个落脚的地方。这么大的手笔，你有事求我？叶先生睿智，家中小女一直体质虚弱，所以想请您出手看看。小事，等我处理完我的事儿，再帮他看看吧。多谢叶先生。是你？不管你是怎么找到这儿的，现在立刻离开。这么巧，你也在这儿。不过我还不能走，我是来找我未婚妻的。这里是我家，没有你的未婚妻，赶紧滚出去！你家？难不成你就是林婉如，我的未婚妻？谁是你未婚妻？来人，给我把她轰出去！住手！天宇啊，
你可算来了！自从接到老神医的电话后，我可是一直在等你。林爷爷，婉如，你之前跟天宇认识？白天遇到过。那还真是天定良缘，正好趁早领证结婚。竟然真的是我的未婚妻林婉如。爸，你不会真打算让婉如嫁给这小子吧？你看他这穿着打扮，就是个臭乞丐。婉如要是嫁给他，我还有脸见人吗？就是，我们林家会成为整个天海的笑柄。别瞎说，天宇他可不是乞丐，他只是一直生活在山上而已。爷爷，我不想嫁人，你也知道，我现在一门心思都在林氏集团上，而且我马上就能让林氏集团搭上龙腾商会了。婉如，爷爷相信你的能力，你放心，有了天宇帮忙，你肯定会轻松很多。他帮我？爷爷您没开玩笑吧？他一个山里来的。住口！婚事就这么定了。爷爷，不要再说了，除非我死，要不然你们的婚约谁都不能退。你们现在就去民政局给我把结婚证领了。什么？领证？不行，现在就领证有些太快了。不愿意，不愿意也行。你帮你师傅把欠我的钱还了，这张是3个亿，这张20亿，还有这张。停！我领还不行吗？老东西，还说什么让我历练红尘，分明就是欠钱把我抵出去了。我警告你，领证只是为了应付我爷爷。等我说服我爷爷后，咱们立马离婚。这段时间不要顶着我的名号惹事儿，否则我饶不了你。你的名号能有什么用？倒是我，要是知道你跟我领了证，估计来贺喜的人能把你们林家的门槛都踩烂。你不只是个无赖，还是个只会吹牛的无赖。喂，刘少，什么？真的吗？我马上过来。婉如，婉如，这个一身破烂的臭乞丐，就是你老公？不是，你有没有眼光？这可是天山冰蚕丝织的衣服，刀枪不入，水火不。今天见刘少，是关乎林氏集团加入龙腾商会的大事，你全程不要说话。龙腾商会，其实我一句话就可以让你加入。你能不能别吹牛了？我警告你，别对婉如死缠烂打，否则我饶不了你。行了，婷婷，刘少已经在里面等着咱们了，赶紧进去。这次的机会对婉如来说很重要，你一会儿最好别乱说话。叶天宇，你给我等着！哇！刘少的实力又精进了，恐怕已经是暗境高手了吧？肯定啊！你也不想想刘少是谁，暗境而已，小意思。宛如、苏婷，你们来了。这位是？就是一个山里来的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臭乞丐。婷婷，这位是我丈夫刘少。婉如她就是太善良了，这个臭乞丐根本就不算是婉如的丈夫。婉如跟他领证也是林老爷子逼的，他们俩一点感情都没有。是这样啊，就算是乞丐，既然来了就是客人。你好，我是天海市4大家族之一刘家的刘杰。臭乞丐，敢碰我刘杰的女人，必须让他付出代价。就这点实力还想跟我耍阴招？叶天宇，你在干什么？臭乞丐，你有种，敢不敢跟我进八角笼打一场？叶天宇，刘少可是天海市年轻一代的武道天才，你敢应战吗？跟他打，传出去说我以大欺小，我可丢不起这个。我看你就是不敢。上了八角笼，除非一方昏迷或认输，否则就不能结束。我觉得他这是有自知之明，要是上去被刘少打成猪头后再求饶认输，确实挺丢人的。不敢上去也可以，看在婉如的面子上，你现在跪下给我磕3个响头，我可以考虑饶了你。既然你找虐，那我就成全你。哼！哎，算了，让他吃点苦头也好，一会儿救下他，正好让他离开天海市。废物！希望你别太快认输。那是什么？丝袜吗？这小子是想用滑稽的表演让刘少手下留情吗？那个臭乞丐看着怪老实的，怎么能随身掏出那种东西？简直是衣冠禽兽！那好像是我的。无赖，登徒子。这下应该可以了，出手吧。你的表演我并不喜欢。今天不把你打到跪下来求我，我就不叫刘杰。帅！刘少干脆利落，简直比职业拳击手都厉害。没错，你再看那个臭乞丐，
像个傻子一样只会躲。发生了什么？怎么刘少忽然就跪在地上了？我也没看清。那个臭乞丐打败了刘少，还是蒙着眼。怎么会？叶天宇他……刘少，你没事吧？刘少，是不是这小子对你使阴招了？没错，这小子肯定是使阴招了。这小子实力很强，本来切磋就是点到为止，我认输。刘少大气，明明被阴了，竟然还主动认输了。没错，刘少肯定是看在林小姐的面子上，不愿意太过分，这才主动认输的。刘少如此大度，这小子还敢出阴招对付刘少，简直不可饶恕。小子，实力强又怎么样？还不小点声？婉如，对不起，刚才是我听说他纠缠你，一时间有些失态，你不会怪我吧？不会，是我该道歉才对。今天喊你来，是因为龙腾商会的杨会长今晚要举办宴会，迎接一位大人物。真的吗？我们家已经收到了邀请，晚上我可以带你进去，引荐给杨会长认识。那我要好好准备了。不用准备了，宴会已经取消了。什么？我说宴会已经取消了。叶天宇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我知道呀，不就是杨大福设的那个晚宴吗？我让他取消了呀。小子，有些话是不能乱说，否则后果你承担不了。哼，就是叶天宇，刚才的话要是传到杨会长耳朵里，你有10条命都不够死的。叶天宇，你给我闭嘴！自己吹牛找死可以，不要拖累林家。喂，爸，什么事？跟你说一声，杨会长的晚宴取消了。什么？晚宴真的取消了？晚宴竟然真的取消了？难道叶天宇之前说的那些话都是真的？不可能，他一个山里来的臭乞丐，怎么可能是大人？爸，是什么原因取消的？你知道吗？听说是因为杨会长他女儿突然病重。好的，爸，我知道了。差点让你蒙混过关了。叶天宇，你这个可恶的臭乞丐，竟然敢装大人物吓唬我们！男人没本事不重要，但一定要脚踏实地，不要整天吹嘘那些有的没的。喂，叶先生，我女儿情况危急，求您出手救救她吧。好，我现在就过去。我有事，先走了。怎么，谎言被拆穿，打算跑路了？算了，走了正好。别说我虐待你，卡里有1万块钱，你拿着用吧，晚上也能找个酒店住一下。不用，我有住的地方。婉如，你别失落，虽然晚宴取消了，但我知道杨会长家的住址，我可以以探望的名义带你去拜访一下。太好了，那我现在就去准备一份大礼。你就是我爸说的叶神医？是。先天有缺之体，算你运气好。除了我，这世界应该没人能治了。住手！你要干什么？谁让你治的？就你这么个臭乞丐，哪像是会治病的样子？我已经请了京城的李神医，他马上就到了。你滚一边去！李神医，您总算来了，快帮我妹妹看看。好，不让我治，那就等着给你妹妹收尸吧。咒我妹妹，老子弄死你！冰儿，就你妹妹要紧。等我妹妹治好，老子再收拾你。没什么大事，就是寒毒入侵而已。待我刑侦后，再配几贴药就好了。你这一针下去，不是救他，而是要他的命。你给我闭嘴！李神医可是中医协会的副会长，整个龙国医术最顶尖的人，在他面前，你还敢胡说八道？不信算了。年轻人，技不如人没关系，但为了争强好胜，胡说八道就不对了。今天老夫就让你见识见识，什么是真本事。好了，好些了。太好了，骗子！现在你还有什么话说？3、2、1。倩倩，倩倩，怎
怎么会这样？我也不知道怎么会这样。操！你不是神医吗？你不知道谁知道？一定是你，是你捣的鬼！我弄死你！住手！这个孽障！叶先生，犬子无知，冒犯了您，望您恕罪。爸，他就是个臭乞丐，你怎么闭嘴！逆子，还不赶快过来跪下赔罪！让我给他下跪？让你跪你就跪！怎么，我的话你都赶不清了吗？对不起，杨大夫，你费尽心思请我来，却又让你儿子阻拦我治病，还要对我出手，是什么意思？叶先生，是我考虑不周，还望您看在我兢兢业业这么些年的面子上，饶过犬子这一次。我们杨家如今可是天海市第一大家族，到底是什么人能让我爹如此卑躬屈膝？杨大福，今天看在你的面子上，饶他一次，但若再有下次，绝不饶恕。是，多谢叶先生。倩倩，杨会长，桂小姐她已经去了。什么？倩倩，我的女儿啊！怎么会这样？都别嚎了，他还有救。求叶先生出手救救我女儿！既然之前答应你了，自然会救她。杨会长，你女儿她已经气息全无，已经神仙难救了。爹，妹妹她已经去了，你不能让她在。都住口！谁再敢多说一句话，休怪我不讲情面。这难道是传说中能活死人、肉白骨的芙蓉九针？倩倩，倩倩醒了。这简直就是神迹！叶神医医术高超，刚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求您收我为徒，让我跟着您修习医术吧。没空。人也救了，我就先走了。多谢叶先生，我送你。以后你要是再敢对叶先生不敬，就别怪我大义灭亲。宛如，已经有人去通报了，听说杨会长在接待一个大人物，咱们再稍等一会儿。没事，毕竟是见杨会长，多等一会儿也是应该的。你们看，是不是杨会长出来了？没错，那个就是杨会长。旁边那个就是杨会长接待的大人物吗？竟然让杨会长给他开车门。那个人好像是叶天宇。什么？什么？宛如，你是不是看花眼了？我也不知道，但我看着很像。宛如，你肯定是看花眼了。就那个臭乞丐，不可能让杨会长对他如此尊敬。可能是吧。不好意思，三位，杨会长说了，今天不见任何客人。您能不能再帮我们？请回吧。叶先生，这就是天海市最豪华的天阙1号别墅，您看还满意吗？还不错。没什么事你就先回去吧。是，叶先生有什么吩咐，随时联系我。我爷爷那个偏心眼，明明我林子栋才是林家长孙，他竟然把公司交给林婉如了。要是交给我，林家早就超越4大家族了。林子栋，别吹牛逼了，你快看，天阙1号居然住人了！不可能，天阙1号被买下来后，从来就没住过人。我去，真住人了！哎，你乱拍什么？万一惹怒大人物，咱们俩就完了。我有用。天宇，你可算回来了。昨晚是我管教不当，让你受委屈住到外面去了，真是对不住啊。昨天是我自己有事要处理才离开，而且我住的挺好的，一点都不委屈。能有多好？难不成还能比我们林家的大别墅还好吗？叶天宇，只要你答应不再纠缠婉如，我可以送一套别墅给你。不用了，
已经有人送了我一套天阙1号的别墅，我住着挺舒服的。又在吹牛。天阙1号的别墅成交价都快赶上我们林家全部的资产。切，就凭你一个无权无势的臭乞丐，能住进那里？天阙1号别墅自从被一个神秘富豪拍走后，从来就没住过人。按你的意思，是那个神秘富豪专门给你准备的？好像确实是的。你住口！你们都当我不存在了吗？以后谁都不能再说让天宇和婉如分开的事。妈，我给林家带回来一个天大的机缘。啊！爷爷，我今天可是给咱们林家带来了一个大机缘。整天不学无术，就知道跟那些狐朋狗友吃喝玩乐。你能给林家带回来什么机缘？爷爷，我没撒谎，真的是很大的机缘。子栋，妈妈相信你，快说是什么机缘？妈，昨晚我看到天阙1号别墅住人了。什么？真住人了？爸妈，能住在天阙1号的肯定是大人物，我们趁着其他人还不知道，赶紧上门拜访一下。对林家来说，不就是很大的机缘吗？那个子栋，你看清楚住天阙1号的人长什么样子了吗？当时天太黑了，没看清楚。不过我拍了照片。儿子，你这照片怎么拍的这么模糊？没办法，当时天太黑，拍的时候又被我朋友碰了一下。我怎么感觉照片上的人这么熟悉呢？对，就跟他穿的一样。我当时还疑惑，怎么穿的跟乞丐一样？估计是大人物的特殊癖好吧。哎呦，你看这事儿闹的！早知道你这么有实力，我们之前也不会阻止你跟婉如结婚了。快坐下。之前是我们招待不周，先吃点瓜子，我一会儿就吩咐厨房，中午做顿大餐招待你。妈，他谁啊？子栋，还不快喊姐夫！姐夫？这，他就是你们说的那个山里来的臭乞丐。这孩子怎么说话呢？这是你姐夫。妈，你是不是误会啥了？我只是说他穿的跟那个大人物很像，又没说就是他。我让我兄弟在那儿监视着呢，那个大人物还在别墅呢。什么？原来昨天晚上在我门口的是你们。叶天宇，差点就被你骗过去了。我就说他一个臭乞丐，怎么可能是住天阙1号的大人物？爸妈，你们别听他瞎说，他就喜欢吹牛，10句话里都没一句是真的。其实臭乞丐，就是你缠着我姐不放。我劝你最好滚出林家，否则我打断你的双腿。就凭你敢瞧不起我？我告诉你，老子可是天海一霸，认识很多牛逼的道上大哥，信不信我分分钟找人弄死你？你在胡说什么？天宇是你姐夫，以后不可对他不尊敬，更不能对他动手。爷爷，我谁呀？他妈的，敢砸我林家的大门！我砸的，你不服气？你是黑龙会的刀爷。张刀，你来干什么？林总，合作的事儿，喝了这杯酒咱们再谈。我去一趟洗手间。喝了我的药，我看你能跑到哪儿去。救我！林总，今天我来不是找你的，我是来找他算账的。刀爷，是不是误会了？我没得罪过，也不敢得罪您呀。不敢得罪我？那你他娘的昨晚还敢招惹我的女人？我们昨天确实喊了几个女的一起玩，但我真不知道里面有刀爷的女人啊。怎么？你一句不知道就想让我放了你？今天你们林家必须给我一个说法，否则我就废了你3条腿！妈姐，救救我呀！张刀，我们林家愿意赔偿，你开个价吧。还是林总识时务，赔偿1个亿，你再陪我3天，这事儿就算过去了。
谁敢暗算老子？是我，差不多得了，再闹下去，我现在就废了你。叶天宇，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？刀爷可是黑龙会的，他亲哥哥就是黑龙会4大堂口之一的豹堂堂主张豹，得罪了他，我们林家就完了。小子，我不管你是谁，在天海市遇到你刀爷，是龙要盘着，是虎也要握着，给我把他腿打断！老子今天要把他的指头一根一根拔下来！小子，怪不得敢这么嚣张，原来是有点实力。不过老子可是化境高手。花里胡哨。妈的，你只会用暗器吗？有本事跟我真刀真枪的干一场！哼，你还不配！敢瞧不起我，老子跟你拼了！你有种，有本事别走，老子现在就去叫人！叶天宇，你也太冲动了，你怎么能打张刀呢？不就是个混混吗？打就打了。什么叫打就打了？得罪了黑龙会，我们林家在天海就没有容身之地了。你简直就是个灾星祸害，我们林家就要毁在你手里了。本来好好说，赔点钱就能解决的事情，现在完了，闹大了。不就是个黑龙会吗？如此无法无天，是该整顿一下。叶天宇，黑龙会4大堂主可都是宗师实力，你能打得过吗？而且黑龙会背后还有龙腾商会，这是能打就能解决的事情吗？宛如努力了那么久，林家马上就能加入龙腾商会了，被你这么一闹，全都要泡汤了。敢打我张豹的弟弟，老子活撕了他！林家马上就能加入龙腾商会了，被你这么一闹，全都要泡汤。够了，都闭嘴！你们应该相信天宇有解决这个事情的能力。爸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相信他一个小乞丐？我看我们应该现在就押着他去黑龙会赔礼，说不定还让他们放林家一马。对，我爸说的没错，咱们现在就去。不行，爸妈，叶天宇他也是为了保护我才站出来的，我们不能这么对他。这张卡里有100万，你拿着赶紧离开天海市吧，黑龙会那边我来承担。不行，他不能走，他走了，黑龙会会灭了我们林家的。没错，宛如不能放他走，事情是他闹大的，他理应留下来善后。妈，我们不能忘恩负义，那也不行。他走了，我们林家怎么办？别急，相信我，不就是一个黑龙会吗？我真的能解决。叶天宇，你为什么就改不掉吹牛的毛病呢？林家的人呢？给老子滚出来！敢打我张豹的弟弟，我看你们有几个胆子！完了，张豹堂主，前面的事都是误会，我们林家可以赔钱。林总，你觉得我黑龙会是缺钱的人吗？打了我黑龙会的人，想花点钱就买平？那你想怎么样？先把打我弟弟的那个人交出来，让我废了他的双手双脚再说。是他，张豹堂主，是他打的你弟弟，跟我们林家没有关系。最近叶先生来天海市了，都给我记住清楚他的长相。记住，他是我们不能招惹的大人物，特别是你张豹，最近收敛点，要是不长眼惹到了叶先生，就是神仙也救不了你。大哥放心。还有，叶先生喜欢低调，如果你们有缘见到叶先生，不必声张。是。哥，你怎么了？这大门怎么开着？柳少，你来了，快请进。林老爷子，既然林家有大人物在，那这件事儿就一笔勾销。
我们先走了。哥，走。你跟张豹认识？不认识。那他怎么？应该是有人交代过他，所以他不敢说。难不成叶天宇真的是低调隐藏身份的大人物？我知道了，是刘少惊退了张豹。豹爷什么身份？我他妈拿什么惊退？一点小事，他应该是顾及我刘家的势力。我知道了，是刘少惊退了张豹。豹爷什么身份？我他妈拿什么惊退？一点小事，他应该是顾及我刘家的势力。原来是这样，刚才我差点信了这小子的胡话。可不是嘛，这种功劳也冒领，实在太不要脸了。叶天宇，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你能不能不要老是胡乱吹牛？好了，可能就是个巧合而已。我相信天宇不是这样的人。不知道刘少今天来是有什么事？林老爷子，其实我今天来是给林家带来了一个大好事。龙腾商会晚宴的邀请函。是的，其实这个宴会早就该举行，只是因为杨会长的千金病重，才拖延到明天晚上举办。可不是像某个人说的，被他给取消了。下次不要乱吹牛。婉如，你要好好准备一下。我一定会尽力的。其实真的没有必要，不就是加入龙腾商会吗？一个电话的事，干嘛搞那么复杂？叶天宇，你不吹牛能死啊！臭乞丐，又来这个！你要是真有那本事，先搞来晚宴的邀请函再说。就你这样子，穿得破破烂烂，就算给你邀请函，恐怕你也进不去吧？请问叶先生在这儿吗？不是。叶先生，我家倩倩小姐邀请您参加明天晚上的龙腾商会晚宴，这是邀请函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不可能！这种最高等级的金色邀请函，我们刘家都没收到过。你这个肯定是假的。你没收到过，不代表别人收。哼，叶天宇，这邀请函还有刚才那个人，肯定都是你雇来的。行了，都少说两句。刘少，不管怎样，还是多谢你送来的邀请函。等改天有时间，我让林红跟云秀到刘家去登门道谢。林老爷子客气了，为了婉如，这点事不算什么。林老爷子，既然邀请函已经送到了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叶天宇，刘少他帮了我们林家这么多次，你现在怎么说也算是我林家的人，怎么能这么对恩人？是刘杰他……行了，你们两个小夫妻吵架就别在我们面前了，晚上回房间再继续吵吧。爷爷，您说什么呢？从今往后，天宇你就别去外面住了，就住婉如房间吧。你俩尽快给我生个大胖小子出来。林爷爷，要不还是算了吧，毕竟我们才刚开始接触，还是等再相处一段时间之后再说吧。也行，那就按你说的办，委屈你先住客房吧。不过你们可要尽快，别让老爷子我等太久。放心吧，林爷爷，我会努力的。流氓无赖！不过你们可要尽快，别让老爷子我等太久。放心吧，林爷爷，我会努力的。流氓无赖！明明早已经达到了大宗师境的极限，为什么就是无法突破到超凡境？难道真跟老东西说的一样，是因为我儿时记忆有缺，道心不稳？看来还是要尽快找到我小时候唯一记得的那个小姑娘。叶先生，您让我查的那个小姑娘，我查到了。我去！叶先生，您说什么？没事，我在林家，你来找我当面说吧。爷爷真是的，竟然让我来给这个无赖送宵夜。叶天宇，你这个流氓无赖，你在干什么啊？婉如，你听我解释。我都看到了，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？你这个流氓！我冤枉啊！叶先生，您看一眼，这照片上的是不是您要找的当年在火灾现场的小女孩？没错，就是她。她是谁？现在在哪儿？叶先生，说来也巧，您要找的人其实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你的意思是，这个小女孩就是林婉如？瞒不过叶先生，您要找的小女孩就是林家的林婉如。这么一看，确实跟小时候还有几分相似。叶先生，我还查到一件事，不知道对您有没有用。讲吧。
15年前，天海市3大家族分别是叶苏沙3家，而那场大火中被灭门的就是叶家。你是说那场大火中被灭门的家族姓叶？没错，而且我还查到，当年的林家其实很有希望成为第4大族，但那场大火后，林家就被苏沙2家针对，才没落成为了如今的林家。叶家，难道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林婉如，说不定是你误会叶天宇了。如果他真的在做那种事，怎么可能连裤子都不脱？药效很快就过去了，你自己忍忍吧。帮我，还是跟他道个歉去吧。叶天宇，你睡了吗？人呢？大晚上跑外面干嘛去了？等一下，那道身影是杨会长。杨会长怎么会对叶天宇如此恭敬？等一下，那道身影是杨会长。叶家的事情，你再帮忙查一下。另外，让林家加入龙腾商会吧。是，属下这就回去办。回去吧。哎，好。杨会长呢？婉如，你记不记得你小时候救过一个小男孩？我明明看到杨会长在这儿。叶天宇，不会是你把杨会长撵走了吧？叶天宇，你拿着我小时候的照片干什么？难不成刚才在房间里，你是拿着我小时候的照片？流氓变态，我再也不会理你了。不是，你能不能听我解释？林婉如，叶天宇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你还真敢混进来！这可是龙腾商会的晚宴，要是被他们发现你伪造金色邀请函，你必死无疑。什么？你竟然敢伪造邀请函？今天可是林家能否加入龙腾商会的关键时候，要是因为你搞砸了，你承担得起后果吗？你赶紧离开！谁说的我邀请函是假的？叶天宇，别装了，连4大家族的族长都从没收到过杨家的金色邀请函，你一个山里来的臭乞丐，难不成你的身份比他们还尊贵？叶天宇，趁着现在事情还没暴露，你赶紧走吧，要不然……叶先生。叶先生，好美的长相，好清纯的气质，一点也不输林婉如。你好，我是刘家。叶先生，你好。凭什么这个山里来的乡巴佬，凭什么能让这样的女神主动打招呼？美女你好，我是4大家族之一刘家的刘杰。美女，我建议你离他远点，他伪造邀请函混进晚宴，一会儿肯定会被杨家教训的，小心一会儿连累了你。你说叶先生的邀请函是伪造的？他就是个山里来的没权没势的臭乞丐，废物一个。闭嘴！叶先生是我的救命恩人，以后就是我哥哥，你要是再敢贬低他，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救命恩人，敢说叶哥哥是废物，我看你才是废物。你找死！刘少，别冲动，这里可是杨家的晚宴。你们给我等着！叶天宇，你竟然敢背着婉如在外面勾勾搭搭，我现在就告诉婉如去。叶哥哥，我打个电话给我爸，一定让他跪在你面前求饶。不必，跳梁小丑而已，随时都能噎死。我怕我老婆误会，得过去一趟。婉如，叶天宇那家伙太过分了，一边缠着你不放，一边还在勾三搭四，你赶快去教训他。我们本来就是协议夫妻，只要不影响林家，
他想做什么是他的自由。什么？宛如，怎么了？发生了什么事情了吗？刚收到消息，今晚加入龙腾商会的名额从3个变成1个了，而且已经被内定了。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林家没希望了。宛如，你别着急，我去找一下刘少，说不定他有办法。哎，这是杨会长的决定，就算是刘家家主亲自出面，也很难改变吧。怎么不高兴？是吃我的醋了？你这个变态渣男，谁会吃你的醋啊？离我远点！开玩笑的，我刚才听到你的话了，不用伤心，我已经跟杨大夫说好了，今天加入龙腾商会的名额就是你们林家的。又吹牛，你以为我还会相信你的鬼话吗？好吧，你不相信也没办法，不过你一会儿就知道了。喂，是林婉如林小姐吗？是我，你是哪位？我是龙腾商会的会长杨大福。您是杨会长？您怎么会给我打电话？是的，林小姐，给您来电就是提前跟您说一下，这次龙腾商会的入场名额是林家的。您是说今天唯一的那个名额是我们林家的？是的。太好了，多谢杨会长，我们林家会努力证明您今天的选择没有错。叶天宇，你怎么做到的？杨会长竟然真的把唯一的名额给了林家。这次龙腾商会的入场名额是林家的。宛如，刘少刚才给他爸打过电话了，说不定加入商会的事还有转机。刘家主亲自出手帮忙了。是的，我爸答应了，会尽全力。宛如，你怎么了？刚才杨会长已经给我打过电话了，说今天的名额是林家的。刘少，没想到刘家主效率这么高。我就是装装样子，电话根本就没打出去啊。毕竟我们刘家也是天海市4大家族之一，杨会长还是要给点面子的。你们刘家有这个面子？这名额不是我刘家要过来的，难不成是你要过来的？是我要过来的。臭乞丐，你也不撒泡尿照照，看看自己配吗？刘杰，之前我不屑对你出手，但你要是再敢在我和婉如面前聒噪，我会让你和刘家一起消失。叶天宇，你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一个臭乞丐，真以为自己天下无敌了吗？今天我必须给你一个教训！这是糠气化形，刘杰突破化境了！去死吧！不要！怎么可能？突破化境又如何？在我面前跟蝼蚁无二。这谁呀？竟然敢对刘少动手，不想活了吧？这可是杨家的晚宴，杨会长最讨厌的就是有人不守规矩，估计他没法活着离开宴会了。叶天宇，你中计了，你能打又如何？使用假的邀请函，还在晚宴上动手伤人，等下杨会长到了，定要你死无葬身之地。叶天宇，你不要冲动，赶紧给刘杰道歉，等杨会长来了就晚了。别说在晚宴上，就是我当着杨大福的面杀了你，他也不敢说一个不字。你们都听到了吧？这个臭乞丐竟然敢不把杨会长放在眼里，还不来人，把这个狂妄的臭乞丐拿下！谁要把我杨大福的贵客拿下？谁要把我杨大福的贵客拿下？臭乞丐，这下你完了！不仅大闹宴会，还敢当众蔑视杨会长，今天就算你有9条命，也不够死的！臭乞丐，你平时吹牛也就算了，怎么敢蔑视杨会长的？
今天不仅你要倒霉，宛如和林家说不定也要受到牵连。叶天宇，赶快给杨会长道歉，现在道歉还来得及。叶先生，招待不周，请您恕罪。叶先生，什么情况？杨大夫怎么会对叶天宇这么尊敬？杨会长，他伪造金色邀请函，还大闹宴会，不把您放在眼里，您不应该给他点教训吗？谁说叶哥哥的邀请函是伪造的？那个邀请函是我亲手送给叶哥哥的。他就是刚才跟叶天宇打招呼的那个人。你是谁？金色邀请函杨家从来没送出去，你哪来的权利送？她是我杨大福的女儿。她就是杨会长的女儿，怪不得气质外貌如此出众。之前不是听说杨会长的女儿一直体弱多病，很少露面吗？我看着不像是体弱多病的样子啊。竟然是杨大福的女儿，我刚才还威胁她，不过也怪不得我，谁让她不长眼，跟那个臭乞丐走在一起。没错，今天宴会的目的之一就是跟大家正式介绍我女儿杨倩倩，同时也是要感谢一位恩人。几天前，就是他治好我女儿多年的顽疾，救了我女儿的命，也是为了感谢他，我才临时决定把这次加入龙腾商会的匡金的唯一名额给了林氏家族。刘姐，你是不是要说这神医是你刘家找的？说不定杨会长并不会说出神医的名字，我先认下来，反正没人知道。没错，我刘家身为天海市的超级家族，找个厉害的神医算什么？刘姐，你的脸皮还真是够厚的。叶天宇，你说什么呢？这神医不是刘家找的，难道还是你找的不成？蠢女人，闭嘴吧！叶天宇，你……没错，这位神医不是别人，正是叶天宇叶先生。在此，我代表杨家再次感谢叶先生对我女儿的救命之恩。什么？这位神医不是别人，正是叶天宇叶先生。刘姐，我还真不知道刘家什么时候请我去给杨小姐看病了。叶先生，晚宴到此就基本结束了，以后您有什么吩咐尽管来找我，我还有事儿就先不打扰了。叶哥哥，有空记得来找我玩啊。叶天宇，真的是你治好了杨会长的女儿？是的，上次击剑俱乐部我有事先走，就是去救他。原来如此，那天他真的不是临阵脱逃，我竟然还误会了他那么久。叶天宇治好了杨会长的女儿，那岂不是说他的医术很高？那我妈妈的伤，可我之前还一直那么对她，处处针对她，她会愿意出手帮我吗？这么说，那天杨会长家门口的身影就是你，那也就是说，吓退张豹，加入龙腾商会，他之前说的那些话都是真的，是我一直不相信他，一直误会他。对不起，之前是我一直不相信你，我给你道歉。没关系，夫妻之间一点小误会，不需要抱歉。叶天宇，之前是我不对，一直误会你了，我也跟你道歉。没关系。太好了，这么说你原谅我了？不是，我只是不喜欢和蠢女人一般见识。林婉如，你管管她，她骂我蠢。难怪你敢这么嚣张，原来是救了杨会长的女儿。不过恩情这东西用过就没了，我就不信你能一直靠着这点恩情压我一头。等等，婉如，对不起，我刚刚也是误会了，
我确实强烈要求我爸帮忙，而且我爸也确实答应我了，所以我才……没关系，刘少，我相信你也不是故意的，而且你已经帮了我们很多了。你不生气太好了，那我送你回去吧。我还有些话要跟叶天宇说，就不麻烦刘少了。怎么样了？拿下林婉如了吗？还没，都是因为一个山里来的臭乞丐。现在林婉如跟我的距离更加远了。小姐，公司最多还能支撑1周了。这期间，如果你还不能拿下林氏集团，咱们刘家就危险了。林婉如，既然软的拿不下，那就别怪我用手段了。婉如，龙腾商会的事进展怎么样？不辱使命，林家成功加入龙腾商会了。太好了，我知道有刘少相助，肯定没有问题。婉如啊，这就是权势的力量，没有刘少，我们根本不可能加入商会。可不是嘛，刘少之前就帮了我们不少，这次又帮了大忙，这恩情可怎么还啊？还能怎么还？当然是以身相许。你们看，刘少多喜欢婉如，以后有他照顾，我们林家何愁不能崛起？大妈，你们说什么呢？这次加入商会跟刘少无关，而是多亏了叶天宇。什么？大妈，你们说什么呢？而是多亏了叶天宇。婉如，你脑子没烧坏吧？妈，是真的，这次是因为叶天宇用医术救了杨会长女儿一命，杨会长为了报恩，才让林家加入的商会的。天宇，没想到你的医术竟然如此厉害，看来是得到老神医的真传了。林爷爷过奖了。就算你这次帮了大忙，但可惜恩情只有一次，以后不还是一个乡巴佬，只会一点医术有什么用？住口！如今是我林家的女婿，今后更是对我林家有恩。以后再让我听到有人诋毁天宇，就休怪家法无情了。你们俩也累了，赶紧上楼休息吧。对了，客房的被子不小心被仆人打湿了，今晚天宇就睡婉如房间吧。什么？叶天宇，你赶快拒绝我爷爷，只要你拒绝，其他要求我都答应。你确定？只要不是特别过分的要求我都答应，你赶快拒绝我爷爷。好的，我听林爷爷安排。叶天宇，我是让你拒绝，不是让你同意。可是我想同意啊。流氓。行了，你们小夫妻还是回房间再打情骂俏吧。爷爷，我们没有。客房的被子不小心被仆人打湿了，今晚天宇就睡婉如房间吧。没想到外表高冷的林总，房间竟然这么粉嫩可爱，还真是让人想不到。这都是我小时候布置的，长大后一直没空换而已。要是敢说出去，你就死定了！哎呀，叶天宇，你干什么啊？脱衣服。流氓，你不准脱！不脱衣服怎么睡觉？叶天宇，你别太过分。我同意你睡在我房间，只是因为我爷爷的要求。今晚你睡沙发。我不管，我就要睡床上。叶天宇，你给我起来！叶天宇，你要干什么？你是我的妻子，夫妻共处一室，你说我要干什么？不行，我们不是说好了，结婚只是为了应付我爷爷。我承认，之前我也是被逼来履行婚约的，但现在不一样了。林婉如，你对我很重要。既然缘分让我们结婚，那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我的妻子。
谁也抢不走。叶天宇，你要干什么？你说我要干什么？等一下，叶天宇，之前是我先入为主，我不该把别人对我做的坏事迁怒到你身上，也不该以貌取人，不相信你。我向你道歉，但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段时间？当然可以，不过我今天帮了你这么大的忙，是不是应该先给我点奖励？最多让你亲一口。小姐，老爷让我给您和姑爷送了点宵夜。好的，我马上来。林爷爷送的什么东西？是参茶，我爷专门找天海市一个老中医配制的。这里面好像被加了绮罗香。绮罗香？那是什么？我记得之前参茶里面没有这味药材，难道是我爷爷又找人优化了配方？是催情药。这里面好像被加了绮罗香。那是什么？是催情药。叶天宇，你敢骗我？我没骗你啊。那你为什么还敢喝？难道……我可是医仙传人，天生万毒不侵体质，这点启莲香对我来说根本没有效果。切，又吹牛。参茶也喝了，要不咱们去刚才没完成的事？叶哥哥，明天能陪我一起参加一个晚会吗？我跟你又不熟，参加晚会找我干什么？你可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都能以身相许了，哪里不熟？我没空，你要是没其他事我就挂了。等一下，叶哥哥，我是真的需要你的帮忙。你不知道，自从昨天我爸爸把我介绍出去后，天海市各大家族的子弟就不断来骚扰我。所以，你是想让我给你当挡箭牌？不行，我是有老婆的人。哼，什么老婆？我都听说了，你跟林婉如就是协议夫妻，而且林家也不待见你。我不管，你要是不陪我，我就去林家说我怀了你的孩子。就这一次，明天来接我。好的，一言为定。我明天陪杨倩倩去参加一个晚会，你同意吗？你去呗，问我干什么？关我什么事？你不吃醋？我为什么要吃醋？今晚你睡沙发。还说不吃醋？刘少，您今天单独约我出来是有什么事吗？苏婷，你觉得我对林婉如怎么样？刘少自然是对婉如很好的，这段时间以来帮了婉如很多次。那你觉得我跟叶天宇谁更适合林婉如？这……怎么？难道我刘杰还比不上那个臭乞丐？刘少，您误会了，您当然比叶天宇优秀得多，只是婉如她有自己的想法，她到底喜欢什么样的人，我也不太清楚。明天你把林婉如约出来，把这里面的东西加到林婉如喝的水里面。刘少，我本以为你是正人君子，没想到你是这种人，而且我怎么可能会帮你坑害婉如？苏家私生女苏婷，你也不想你的身份被林婉如和苏家发现吧？而且，你妈妈的伤，再拖下去就没救了。你怎么会知道？叶哥哥，上车。混蛋，渣男！我让你去你就真去啊！
那个宛如，晚上你有空吗？咱们找个餐厅庆祝一下林家加入龙腾商会。可以，确实值得好好的庆祝一下。叶哥哥，上车。倩倩，你终于来了，我可是一直在等你。等我干什么？当然是做我的舞伴了。今天大家都有舞伴。不好意思，我有舞伴了。他是皇家黄有为，因为皇家和苏家关系密切，一会儿他要是说什么，你别搭理就行了，我来应付。而且背后还有京城孙家撑腰，我也不敢太得罪他。他一个下等人，会跳舞吗？会不会又怎么样？倩倩就是想跟我跳。没错，我就喜欢跟叶哥哥跳。小子，招惹不该招惹的人，小心吃不了兜着走。巧了，我这人胃口大，只要来，没有我吃不下的。你有种，我记住你了，希望你能一直这么硬气。叶哥哥，我不是不让你说话吗？早知道就不该让你来陪我的。万一黄有为他……没事儿，他要是不惹我就算了，真惹了我，后悔的一定是他。叶哥哥也太自信了，算了，我还是跟我爸说一声，让他保护一下叶哥哥吧。接下来，我要弹奏的钢琴曲名为《爱恋》，送给我心中的女神杨倩倩小姐。这个黄有为，刚才我都拒绝过他了，还要表白，太不要脸了。弹得真好。弹得实在太好了，这已经不比专业的钢琴师差了。不愧是皇少，多才多艺，身份不凡，哪个女人能嫁给他，简直太幸运了。倩倩，自从第一次见你，我就深深喜欢上了你，做我女朋友好吗？在一起，在一起，在一起。这钢琴弹的还没我家公鸡打鸣好听，也好意思出来卖我。这钢琴弹的还没我家公鸡打鸣好听。你说什么？小子，既然你说我弹的不堪出耳，那你就上台表演一曲。要是没我弹的好，我拔了你的舌头。那要是我弹的比你好呢？那我以后就再也不弹钢琴了。再加一条，以后你再也不能缠着杨倩倩。叶哥哥，别跟他赌，他钢琴恐怕最少8级以上。晚了，大家都看着呢。要是敢反悔，我现在就拔了他的舌头。这小子竟然真敢上去，脑子进水了吧？哼，穿的跟乞丐一样，恐怕都没摸过钢琴，还敢跟皇少比，找死！一曲《爱恋》送给倩倩小姐。爱恋？这不是皇少刚刚弹奏的吗？他竟然也弹这个，简直是自寻死路。他要是弹其他的，我们可能还听不出来，但一样的曲子，对比就很明显了。感觉叶哥哥更加潇洒飘逸了，好帅气！装模作样，一会儿就会现出原形。
太好听了，那爱恋的感觉直接冲进了我心里。没错，听着他的弹奏，我感觉自己就像故事中的主人一样。叶哥哥太帅了，我好幸福。黄少是吧？你觉得我弹怎么样？小子，你等着，我会让你死得很惨。叶哥哥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！不仅医术这么好，就连弹钢琴都这么厉害。弹钢琴而已，看一眼就会了。我也是刚才看黄有为弹的时候学的。什么？刚学的？宛如，对不起。明天你把林婉如约出来，把这里面的东西加到林婉如喝的水里。不愧是刘少，留给我们的都是这种极品。你们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刘少交代了，今晚你属于我们俩，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，只要明天开始这个世界上没你这个人就行了。刘姐想杀人灭口。现在知道有点太晚了。来吧，小美人儿。叶哥哥，今晚我可以跟你一起住天丘1号别墅吗？跟我住一起，你就不怕我吃了你？叶哥哥，我们……要是叶哥哥想的话，我……停车！叶天宇，快去救宛如，她有危险！妈的，哪来的乞丐？赶坏老子的好事儿，识趣的就赶紧滚，否则……婉如她怎么了？在哪儿？就在那边的云顶酒店。刘姐要伤害宛如。刘姐，婉如要是少一根毫毛，我让你刘家满门陪葬。叶哥哥，这是怎么？我有急事，先走了，你照顾好她。哼，臭叶哥哥！婉如她怎么了？在哪儿？刘姐要伤害宛如。刘姐，你给我吃了什么？当然是吃了能让我们俩都很快乐的东西。刘姐，你这个畜生！我这么相信你，你竟然给我下药！宛如，你可别冤枉我，这药是你的好闺蜜苏婷下的，跟我可没关系。不可能，苏婷她绝对不会害我。林婉如，你还是这么天真。不过你放心，我已经替你报仇了。刘姐，你把苏婷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估计这会儿已经死了吧。我一定会让你付出代价的。你放心，一会儿到床上，你让我付出什么都可以。挣扎吧，你越挣扎，我越兴奋。不要，叶天宇，救我！妈的，你这个贱货，不是看不上那个臭乞丐吗？为什么要喊他的名字？之前是我眼瞎，叶天宇比你强100倍。妈的，老子现在就上了你！妈的，老子现在就上了你！叶天宇，救我！叶天宇，你天宇，带我回家。不行，你这次中的毒比上次霸道的多，必须马上给你解毒。刘姐，回去洗干净脖子，我很快就会去找你们算账。林婉如，叶天玉，我
要你们死！给我把云顶酒店所有出入口堵死，然后放火！刘少，这会不会……闭嘴！不想死就按我说的做。是。叶天宇，你别走。放心，有我在，谁也不能伤害你。天宇，对不起，之前是我一直不相信你，让你受了那么多委屈。没事儿，我不怪你。以你的性格，让你跟一个素不相识的男人结婚，确实很难接受。那你为什么一直对我这么好？难不成就因为那一晚？药效很快就过去了，你自己忍忍吧。帮我。刚开始确实有一部分这个原因，也有我师父逼我的原因。后来，你还记不记得你小时候？怎么了？外面好像有动静。这样的大火，就算是宗师强者也要死在里面。叶天宇、林婉如，去死吧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刘少怎么有空给我打电话了？沙少，我这有个交易想跟沙家谈谈，不知道沙家感不感兴趣？那就要看刘少的生意有多大。我刘家1/3的股份，不知道够不够大。刘杰，有些事可不能开玩笑，我会当真的。我刘杰说话从不食言。再说了，在天海市，沙家的沙帮可是唯一能与黑龙会较量较量的大帮会，我又怎么敢骗沙少呢？既然如此，那就说说具体的交易吧。需要我沙家做什么？很简单，只要沙家帮我灭了林家就行了。叶天宇、林婉如，去死吧！这么大的火，房间门撑不了多久的。我带你出去。天宇，你走吧，我知道你实力高强，一定能活着冲出去的。带着我只能成为你的累赘。我怎么可能把你一个人丢在这里？抱紧我！救我！这么大的火，我居然没感觉到一丝炎热。叶天宇他怎么做到的？大门就在那儿，天宇，我们赶快走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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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天宇，快走！
天宇，赶快走！天宇，你怎么了？我想起来了，小时候的事情，我全想起来了。苏家、刘家、沙家，你们很好。苏家私生女苏婷，你也不想你的身份被林婉如和苏家发现吧？看，叶哥哥回来了。我说了，我能走，快放我下来。叶哥哥，你回来啦！婉如，你没事吧？苏婷，今天的事，给我个解释清楚！婉如，对不起，我一直没告诉你，我的真实身份其实是苏家的私生女。天海市4大家族之一的那个苏家，这跟你出卖我有什么关系？当年苏文辉得知我的存在后，害怕被我分丢家产，就设计杀害我跟我妈妈。我跟我妈妈侥幸生还。我本想带我妈妈离开天海市，可我妈妈却受了重伤，生命垂危，一点移动都可能导致她死亡。我以为我隐藏得很好，苏家也逐渐将我遗忘。可是昨天刘杰他……不用再说了。婉如，你原谅我了吗？我同情你的处境，但我无法原谅你的行为。苏婷，从此你我形同陌路。婉如，没事，他只是太累了，需要休息。好好休息。叶哥哥，如果有一天我遇到危险，你也会像救林婉若一样救我吗？会。我就知道叶哥哥心里是有我的。苏家、刘家、沙家，当年你们3家联手灭我叶家满门，如今你们准备好接受我的复仇了吗？苏婷，你来干什么？叶天宇，今天谢谢你救了我，还有婉如。苏婷，你……我已经没什么能报答你了，我的身子还是干净的。你放心，我不会影响你跟婉如的感情，我什么也不要，我只有一个请求，你能帮我治好我妈妈吗？不是，你别……谁啊？天宇哥哥，你睡了吗？倩倩，大半夜的你不睡觉，来我屋里干什么？叶哥哥，忽然换个环境，我睡不着，你能陪我睡觉吗？谁啊？倩倩，大半夜的你不睡觉，来我屋里干什么？倩倩，我们孤男寡女的不合适。叶哥哥，没有什么不合适的，只要我愿意，你也愿意不就行了？这简直就是在勾引我犯罪。叶哥哥，你被子里面怎么鼓鼓的？没什么，就是2个枕头。为什么在被窝里放枕头啊？枕头是因为，对，我睡觉没安全感，这样更有安全感。原来叶哥哥跟我一样，那正好，我陪着叶哥哥。倩倩，等一下，婉如来了。叶哥哥怎么知道是林婉如？说不定是苏婷呢。
你快躲起来！我不要！你跟他是协议夫妻，又不是真夫妻，我为什么要躲着他？天宇，你睡了吗？我进来了。你快躲起来！我不要！你跟他是协议夫妻，又不是真夫妻，我为什么要躲着他？天宇，你床上是枕头，这样睡有安全感。宛如，你不是睡着了吗？怎么知道我在这里？我看另外2个房间都开着门，但却没人住，只有你这个房间关着门。杨倩倩和苏婷呢？都走了吗？可能是吧，我也不知道。我把你送到房间就过来了。你还说呢？你为什么把我自己放在房间里？这个时候你不应该陪着我吗？我这不是怕你……别乱摸。怕我什么？怕你太累了，我再会影响你休息。可是，我想让你抱着我睡。没想到平时高冷的美女总裁林宛如，也有这么小鸟依人的时候。林宛如，你怎么能说出这么羞人的话？好啊，那我们还去刚才那个房间睡吧。放手！为什么？直接在你这儿睡不就行了吗？不行！可是，我想让你抱着我睡。不行！为什么？那个，是因为……叶天宇，你这被子里真的是枕头？对啊，就是枕头啊，不是枕头还能是什么？真的吗？苏婷，你怎么也在这儿？你们，叶天宇，宛如，你听我解释。你们都躺一个被窝了，还解释什么？叶哥哥，你凭什么跟他解释呀？她又不是你真的老婆。作孽呀！他俩也在，那就是说，我刚才说的那些话，他俩也都听见了，羞死人了！哎呀，宛如，你终于肯出来了。宛如，昨天你走后，我就把他俩都撵走了，真的。我们之间真是清白的。这是你亲手做的吗？林宛如，我给你10分钟回到林家别墅，否则你就见不到你的家里人了。姐，快来救我们！怎么了？我家出事了！沙子豪，我林家跟沙家井水不犯河水，从未得罪过你，你为何如此？你们确实没有得罪过我，不过有人花大价钱买你们的命。沙少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我们把林家的钱全部给你，你放我们一条生路。你说有没有可能杀了你，林家的一切也是我的？沙少，得饶人处且饶人，您到底怎样才能放过我们？我听说你们家林宛如长得不错，一会儿她回来要是能让我满意，说不定我还能饶你们。休想！杀了我们，就算你是沙家少爷，也逃脱不了制裁。林正国，你都一把年纪了，怎么还这么天真？我杀了你们，只需要再放一把火，到时候毁尸灭迹，谁能查到我？这么多年了，你沙家还真是一点长进都没有。
如，不要管我们，你快走！不要管我们，只要你还在，林家就还在，快走！对不起，姐，我不该让你来的。你们放心，我一定会救你们的。没想到天海市还有你这号美人，我还真要谢谢刘杰。你是刘杰派来的，堂堂4大家族之一的沙家，竟然也会听刘杰的话。就凭他，哪敢命令我？如果不是他承诺给我刘家1半的股份，我又怎么会帮他办事？1半的股份，刘杰，你还真是舍得。我林婉如到底哪里得罪你了，让你要对我林家赶尽杀绝？行了，别废话了，老子已经迫不及待要享受你这个美人了。既然人都到齐了，除了林婉如，其他人都杀了。今天有我在，你们谁也杀不了。都他娘看我看吗？个臭乞丐，给我把他大卸8块！给我跪下！这怎么可能？我今天带来的可都是我沙帮的精锐，全是化境强者，怎么可能连1招都挡不住？沙家，我还没去找你们，你们倒是先送上门来了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先拿你开刀吧。饶命！天宇，等一下。虽然我也很想杀了他，可他背后是沙家，沙家现任家主是沙霸天，是宗师强者。怕了吧？杀了我，你们这里所有人都要陪葬！你，叶天宇，你太冲动了！杀了沙子豪，沙霸天不会放过你的。完了，沙子豪如今死在林家，等沙霸天收到消息，我林家必定要给他儿子陪葬。叶天宇，你为什么这么冲动？你住口！如果不是天宇，我们一家已经死了。我知道，可如果他不杀沙子豪，我们和沙家还有缓和的余地。你太冲动了，杀了沙子豪，沙霸天不会放过你的。走，我现在就带你去机场，你赶快离开天海市。宗师而已，没事的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就别开玩笑了。可如果我走了，你们怎么办？我们林家的根在这儿，我们走不了。不过你放心，今天的事是沙家理亏，大不了我献出林家财产，让杨会长帮我主持公道。对呀，是沙子豪无缘无故欺压我林家，而且他也不是死在我们手里。只要叶天宇跑了，有杨会长的庇护，沙霸天不敢拿我们怎么样。那个天宇啊，要不你就赶紧走吧，你留在这儿反而会拖累林家。妈，你说什么呢？天宇，你快走！是你亲手杀了沙子豪，沙霸天一定不会善罢甘休，就算是杨会长也不能公然包庇你，所以你只能离开天海市。婉如，其实不用这么麻烦，我可以。我不能送你去机场了，我需要赶快去见杨会长，我会找人给你订好机票，你赶快离开。快走！那我真走了。走，走得越远越好。叶天宇。Let it run, let it all fall away.
You don't give a damn if I leave or I stay. Have mercy, darling, have mercy. Have mercy, 'cause I ain't strong. Have mercy. 那我真走了。这妮子哪儿都好，就是不听人说话，回头一定要狠狠教训他一顿。给你1个小时，能不能查到沙霸天现在在哪儿？叶先生放心，能查到。不过属下能不能问一下，您找沙霸天干什么？杀人。叶先生，沙霸天是老牌宗师强者，距离大宗师也只有1步之遥。沙帮也是高手众多，您自己去是不是太冒险了？需不需要我把黑龙会的人派过去？不用，你顺便给我查一下苏刘两家，我有账要和他们算。是。对了，一会儿林如会联系你，你稳住他就行。是，叶先生放心。苏婷，我也没办法了。你妈妈她能坚持这么久，已经是奇迹了。按现在的情况，估计最多还能再撑10天左右了。谢谢你，王爷。这些年如果不是你，我妈妈早就死了。我跟你妈一起长大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你也别太伤心了，对现在的她来说，死亡或许就是解脱。妈，你放心，我已经找到或许能救你的人了。不管付出什么代价，我一定求他来救你。杨会长说了，我们会没事的。太好了，不管怎么样，只要我们能保住性命就好。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，我们林家一定能重整旗鼓。太好了！天宇他应该已经坐上飞机了吧？什么？你说叶天宇没上飞机？叶天宇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为什么不上飞机？婉如，不行就别管他了。要不是他一意孤行杀了沙霸天，有杨会长从中周旋，他也不至于要逃走。就是，连我都知道听人劝吃饱饭，他老是一意孤行。姐，你就别管他。你们怎么能这么说呢？叶天宇他不仅帮我们加入了龙腾商会，还救了我好几次。如果不是他，我早就死了。女儿，今天之前，叶天宇还救过你。林总，合作的事儿，喝了这杯酒咱们再谈。我去一趟洗手间。喝了我的药，我看你能跑到哪儿去。救我！我要去找他。帮主，帮内高手都到齐了。今天老子要把林家的人全部碎尸万段！等一下，你要拦我？不是的，帮主，是我刚收到消息，杀死少帮主的不是林家人，是一个叫叶天宇的。叶天宇，很好，老子不会让他死得那么轻松，老子要把他做成人质。不错，人这么齐，省得我一个个找了。妈的，不管你是谁，敢在今天来沙帮闹事儿，必须死！今天我是来杀人的，不想说那么多废话。你是谁？敢来我沙帮杀人？你就是沙霸天吧？你们刚才不还在找我，说要把我做成人质？怎么我站在这里，你们都不认识？给我拿下他！我要亲自砍下他的四肢！我要亲自砍下他的四肢！宗师强者，怎么会有如此年轻的宗师强者？他娘的，你们站着干什么？看戏吗？啊，
杀！沙霸天，去死吧！你们竟然敢背叛我！你竟然突破到宗师了！没想到还能遇到这种事。谭乐，我如此信任你，你为什么要背叛我？沙霸天，你们父子在天海市横行霸道，欺男霸女，就连我姐姐也遭了你的毒手。我潜伏进沙帮，就是为了有一天能亲手杀了你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又是这种老套的忍辱出复仇剧情。可惜我沙霸天在天海市混这么多年，可不是靠嘴皮子。你以为刚刚突破宗师就能杀死我了？我知道，你也是宗师强者。只要你跟我联手杀掉沙霸天，我可以把沙家的财产原封不动的交给你。把沙家的财产原封不动的交给你。为什么？你不是来杀沙霸天的吗？因为杀他，我一个人就够了。狂妄！老子今天就先杀了你，再清理门户！怎么可能？你到底是谁？半步大宗师的沙霸天，竟然被一击秒杀！既然你们跟沙霸天不是一伙的，那就暂且饶你们一命。多谢叶公子帮我报仇雪恩，按照承诺，我可以帮您整合掌控整个沙家，让沙家成为您在天海市的势力。还有我和一众高手也愿意跟随您。整合之后，成立一个正经公司，以后禁止再做任何伤天害理的事儿。是。叶先生，您让我查苏刘两家，我才发现刘家刘氏集团已经亏空，只剩一个空壳子了。刘杰父子现在正紧急变现，看样子是准备跑路了。把他俩给我抓起来，我还有用。是。另外，叶先生，您真的不需要我派人帮您对付沙霸天吗？不用了，沙霸天已经被我杀了。沙霸天可是以前的天海市传奇，无敌霸主，竟然这么快就被叶先生除掉了。怎么？你有问题？不是，属下只是太惊讶了。抓到刘杰父子后通知我。是。你真的决定了？要知道，像叶先生这样身份地位和实力的人，不可能只有一个女人，更何况林婉如在叶先生心里有着特殊的地位。可是，像叶哥哥这样的男人，这个世界也不会再有第二个。求叶先生出手，救救我女儿！既然之前答应你了，自然会救她。这。去找他吧。爸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不会后悔的。沙家一灭，刘家也是待宰的羔羊，如今就只剩下苏家了。叶天宇，我妈妈快不行了，你能不能救救我妈妈？让我做什么的都行。真的做什么都可以。苏家主，不知道今天喊我们来有何事？出来吧。苏叔叔哪里找来的如此惧色？不知可否割爱？这是我的私生女苏婷。
对不起，苏叔叔，是我失言了。苏婷，跟黄家长和黄公子也说一说吧。叶天宇，当年叶家灭门的遗孤已经是大宗师境界，且已经杀了沙霸天，灭掉了沙家和刘家，下一步目标就是苏家。什么？沙家和刘家被灭了？这怎么可能？刘家还好，可沙霸天不是号称超凡境下无敌，怎么可能被杀？叶天宇和杨家关系密切，是杨大福出手帮忙了。消息我已经核实过了，沙霸天父子已死，刘杰父子不知所踪。苏家主为何要跟我们说这件事？当年林家灭门，是你苏杀刘三家谋划，跟我黄家无关。当年都以为灭叶家的主谋是我苏家，其实我苏家也是受到了京城孙家的指使。什么？天宇，当年叶家灭门的遗孤已经是大宗师境界。黄家主现在还认为自己可以置身事外吗？如今天海四大家族已去2家，只要你我联手灭了叶天宇和杨家，那今后这天海市就是苏黄2家的天下。不仅如此，你黄家在京城孙家的地位也会因此水涨船高。你做得不错，你放心，事成之后我会去掉你私生女的身份，苏文辉那边我也会帮你惩罚。谢谢，爸。刘杰，你到底怎么惹到杨会长了？我没有啊，爸，我怎么可能去招惹杨会长？那为什么黑龙会会派出这么多高手抓我们？我不知道呀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杨会长，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我们父子没得罪过您啊。是啊，杨会长，4大家族里只有我们刘家加入了龙腾商会，我们一直很尊敬您啊。叶天宇，你没死啊？怎么可能？那么大的火，就算是宗师也要死，你为什么没死？那场大火果然是你的手法，不过我还要感谢你，是那场大火让我想起了一些东西。所以，你们还有什么遗言吗？既然没有，那你们就下去吧。杨会长，是他让你抓我们的吗？他出了多少钱，我也可以出5个亿，我这还有5个亿，我全给你，只要你放了我们。杨会长，你说话呀！我海外还有些资产，价值也有好几个亿，我也可以全转给你，只要你放我一条生路。杨大福，好歹也是杨家家主，天海市数1数2的人物，为什么要如此报复一个山里来的臭乞丐？就因为他救了你女儿，这个废物！看来你们还没认清，那我就让你们死个明白。只要叶先生下令，就算让交出龙腾商会和黑龙会，我也要照做。怎么可能？他明明就是一个山里来的臭乞丐，他凭什么？废话已经说的够多了，刘正，我给你2种死法，第一种是被折磨致死，或者你回答我一个问题，我让你死得轻松一些，你选哪个？不要！我知道你之前跟我儿子有些误会，你可以杀了他，我保证不会再招惹你，而且我可以把我的钱全转给你，只要你放。什么东西？叶先生，求你放过我吧！既然你不选，那我就帮你选。这道真气会在你身体里不断破坏你的内脏，一点点撕裂你的血管和神经。不过你放心，它还自带治疗能力，会在你快要死的时候修复你的伤势。也就是说，只要真气不散，你就永远死不了，只能永远承受这种生不如死的痛苦。不要啊！不要啊！也就是说，只要真气不散，你就永远死不了。啊！我说，我全都说。当年你们苏杀刘三家，为何要灭叶家满门？叶天宇，你姓叶，你是叶家人。回答我的问题。我全都说。当年灭门叶家是苏家牵头的，我们刘家和沙家都是收了苏家巨大的好处才跟着出手的。苏家为何要这么做？具体原因我也不知道，不过我听说苏家也是收到京城一个大家族的指使才这么做的，其他的我真的都不知道了。京城，
这么说，我只能从苏家那里问了。叶先生，苏家那边你还是要小心一些。天海四大家族中，苏家底蕴最深，连我都摸不透他们的底牌。而且苏正孝的城府和算计，也远不是沙霸天和刘正这种莽夫能比的。放心，我心里有数。叶天宇是吧？我是苏正孝，你应该认识我吧？当然认识。那我也不绕弯子了，明天我们找个地方见一面，怎么样？那我也不绕弯子了，明天我们找个地方见一面。没问题。叶先生，这很可能是个陷阱。苏正孝肯定是已经知道了你的真实身份，想要先下手为强，先发制人。看起来是的，不过不是只有他没有准备。梁大福，这次可能要麻烦你一下了。叶先生，您只管吩咐，属下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苏家主，如此明显的鸿门宴，你说这叶天宇他会来吗？他会来的。苏家主为何如此肯定？叶天宇相比也不是傻子，而且他背后还有杨大福那个老狐狸支招。因为他年轻。黄兄，试想一下，如果你在20岁就突破到了大宗师境界，放眼整个天海市，甚至周边数省都鲜有敌手，你会怕敌人那些上不了台面的算计吗？还是说你会选择亲自上门，用绝对的实力去粉碎敌人所有的阴谋？不愧是苏家主，对人心的把控实在是精妙。说曹操，曹操到。叶小友，果然是年轻有为，如此。废话少说，找我来干什么？叶小友，果然是年轻有为，如此。废话少说。没想到叶小友如此快人快语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直说了。其实我今天找你来，是想跟你和解的。灭门之仇，是你想和解就能和解的？我知道你肯定不甘心，但如今你已经灭掉了沙刘两家，该报的仇也报了大半，仇恨应该也宣泄的差不多了。你还这么年轻，前途不可限量，何必把自己宝贵的时间和精力都浪费在无休止的复仇上呢？苏家主说的如此冠冕堂皇，不如先让我杀了你全家，然后咱们再坐着说这句话。茶要凉了，叶小友是怕我下毒？对。小子，你别太嚣张！就算你是大宗师又如何？我们这可是有2名大宗师坐镇，还有数多名宗师高手在外面守着。以你现在的实力，根本奈何不了我们。你敢动苏家，就是与我黄家为敌。我倒是有些好奇，黄家为何要掺和进我跟苏家的事？我们之前似乎并无仇怨。我黄家行事何须向你解释？难不成灭我叶家满门的京城祸首，就是你黄家背后的京城孙家？哼，不得不说，叶小友很聪明。不过这都不重要了，因为你今天就要死在这儿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你还能运转真气？你明明没喝茶，对吧？你们从进来就一直引诱我喝茶，是想让我以为茶里有毒，但其实真相恰恰相反，茶里的是解药，香薰才是毒药，对吧？你怎么会知道？就你们这点上不了台面的小把戏，我10岁的时候就已经过了。小子，算你聪明，不过就算被你识破了又如何？如今我们2对1，占据绝对优势，照样能弄死你。别急啊，你们以为我陪你们废话这么久，就是为了等你们下药吗？好戏还在后面。你什么意思？你到底做了什么？时间应该差不多了。苏正祥，苏婷，你来干什么？刚才杨大福带着大批人手闯进了苏家，
家里人全死了。你说什么？叶公子，苏黄两家除了苏文辉和黄有为不在，其余已经全部灭口。另外，因为苏婷不在我们的名单之内，所以让他侥幸逃脱了。是我失职，请您责罚。你说什么？杨大福，你敢灭我黄家，我杀了你！苏正孝，你也还正值壮年，应该不会浪费时间在复仇上吧？你怎么？我只是把你对我说的话还给你，你就受不了了？叶天宇、杨大福，今天你们都要死在这儿！黄秋，一起出手，拿下这个畜生！叶先生小心！叶先生小心！这怎么可能？我们都是大宗师境界，你怎么可能挡住我们两个联手攻击还纹丝不动？就你们这样的，也配称为大宗师？简直可笑！我不相信，你一定是用了某种护身法宝，可法宝终究有耗尽的时候，我看到时候你还怎么嘴硬！井底之蛙。不可能！大宗师怎么会有如此力量？难不成你是传说中的超凡境？闹剧也该结束了。哈哈哈哈！叶天宇，你以为这就结束了吗？你要是杀了我，你的小媳妇和小情人也要死！你以为这就结束了吗？你要是杀了我，你的小媳妇和小情人也要死！什么意思？出来吧！倩倩，怎么样，叶天宇？一个是你的小情人，一个是你的小媳妇儿，不如我们玩个游戏如何？苏正孝，放了他们两个，我可以保证不杀你们，否则我定将你们挫骨扬灰。叶天宇，事到如今你还敢嚣张，马上自废修为，否则我现在就杀了林婉如！你敢？不着急，既然叶小友喜欢玩，那咱就好好玩玩。我们现在有2个人质，有点太多了。这样吧，我们可以先放一个，然后再谈条件。至于放了谁，就由你来选吧。哈哈哈哈哈哈！看来你很难选。既然这样，那就让他俩开口，帮助你做决定吧。天宇，救倩倩！叶哥哥，救婉如姐！天宇，之前你一直帮助我、保护我，我却一直不相信你。叶天宇，救我！叶天宇，天宇，带我回家。不行，你这次中的毒比上次霸道的多，必须马上给你解毒。倩倩她比我更坚定的爱你，也比我更相信你。
你一定要救他。这个黄有为，刚才我都拒绝过他了，还要表白，太不要脸了。这钢琴弹的还没我家公鸡打鸣好听，也好意思出来卖吗？倩倩，我们孤男寡女的不合适。叶哥哥没有什么不合适的，只要我愿意，你也愿意不就行了？叶哥哥，我的命本来就是你给的，如果没有你已经死了。我知道婉如姐对你很重要，你不要犹豫，救婉如姐。还真是感人呐。所以，叶小友，你选谁？年轻人太优柔寡断可不好。文辉，先把他俩的手指砍断一个，后面每3个呼吸叶小友不选，就多砍1个。没问题，我选。我选杨倩倩。不要！还真是出乎我的意料。看来在叶天宇心里，你似乎比不上他的小情人。那就把叶小友的小情人放了吧。苏叔，我们为什么要放掉一个？有为，按苏家主的话来。蠢货！我们现在2个伤员，最多再带1个人质，否则跑都跑不了。万一鱼死网破，我们都要死在这儿。明天你把林婉如约出来，把这里面的东西加到林婉如喝的水里面。你也不想你的身份被林婉如和苏家发现了。你怎么会知道？婉如，对不起。叶天宇，快去救婉如，她有危险。妈的，哪来的乞丐？赶坏老子的好事，识趣的就赶紧滚，否则……苏婷，婉如，快跑！啊，辉儿！苏婷，你敢背叛我！苏婷，我也没办法了。你妈妈她能坚持这么久，已经是奇迹了。按现在的情况，估计最多还能再撑10天左右了。谢谢你，王姨。这些年如果不是你，我妈妈早就死了。我跟你妈一起长大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你也别太伤心了，对现在的她来说，死亡或许就是解脱。妈，你放心，我已经找到或许能救你的人，不管付出什么代价，我一定求他来救你。苏正兴，从你抛弃我跟我妈的时候开始，我就不是苏家人了。如果不是天宇救了我妈的命，我这辈子都不可能再回到苏家。这一切都是你们提前算计好的，要不然怎么能把你们一网打尽？你们怎么可能把所有事都算到？苏婷，你怎么样？婉如，你没事就好。放心，只是受了点内伤，我们确实没有把所有事都算到，不过都不重要，因为你可以去死了。
能杀我！我是京城孙家家主夫人的弟弟，你杀了我，孙家不会放你。京城孙家不用他们来，我也会去找他们。